天，有一个女生，她是一个蒙福的女子，在她的一个性子上面，她是一个很顺服的女子，她的名字叫做利百加。她就在一个井口旁边，她将这个水呢放到桶子里面去。她是一个很单纯又顺从上帝旨意的一个女生。然后仆人呢，亚伯拉罕的一个仆人，因为他受了亚伯拉罕的旨意说，因为亚伯拉罕呢，也是顺从上帝的旨意，他说要到他的故乡里面，要去寻找亚伯拉罕儿子以撒的另外一半。这时候，这个仆人受他主人的旨意，来到了他主人的故乡。他跋山涉水，很辛苦，要去找到这一个女生。结果他就向前一点，再向前一点，再向前一点，他寻求了上帝说：“求你开启我的眼睛，让我有个智慧的眼睛，寻找到这个女生，让我寻找到这个女生，要很辛苦的脸。”好，这个时候突然，一个利百加就出现在他的面前，他提着水。刚好这个仆人他真的很辛苦，他想要喝水，他就向前去，他就说：“你可以给我水吗？”然后这时候椅子出现了，然后呢，这个利百加就帮这个仆人给他一点水喝，好，然后帮他洗脸，好，帮他洗脚，好，这个仆人呢，他感受到很好的一个爱心，他觉得这个女生真的很顺服又很谦卑。然后他就跟这个女生讲他的来历，他说：“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我受我的主人亚伯拉罕的指示。我的仆人呢，他是一个义人，他按着亚伯拉罕的指示，也是按着上帝的指示，他要来他的故乡，找他亚伯拉罕儿子的另外一半。这时候我决定就是你了，你回去跟你的爸妈讲说我的来历。”因为我要把你带回去，嫁给我主人的儿子。然后利百加就说：“好。”然后你的脸要面向观众，对。然后说：“好，我回去跟我家人讲。”这时候利百加就带着他的侍女回家去了。那这个仆人呢，他就在原地，就在那个井口旁边等待着他，他也在那边祷告。这个仆人在祷告，对，好。等着，这个利百加呢，他就跟着他的侍女，也是他爸爸提土利的儿子所给予的侍女，一起来到这个仆人旁边。他告诉了这个仆人说：“我爸爸说，我可以跟你回去，我也愿意按着神的指示，嫁给你的主人的儿子。”这时候仆人就站起来，仆人请站立，好，椅子放回去，好，然后呢，他们走着，好，再绕回去，对，走着，好，这时候以撒出现了，他是一个很壮，然后又有很英俊的。他现在还在打篮球，对，好，请打球，好，骑着骆驼打球，好，可以。然后呢，这个以撒呢，他就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女生，她在骆驼上面，她也在打球，利百加去打球，好，这个时候呢。这个利百加从骆驼下来，他就问仆人说：“请问这个是你主人的儿子吗？”然后仆人就面对观众说：“对，他是我主人的儿子，这就是我要向你介绍的我的主人。”这时候，仆人走到利百加的后面，
他推了他一把。好，这时候以撒就跪下了。不要太兴奋，这是事实。好，圣经里面的事实。好，这时候呢，以撒他就拿出了黄金50块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然后100家毫不愿意的，毫不犹豫的，不是毫不愿意哦，毫不犹豫的说，因着上帝的指示，我愿意嫁给你。这时候以撒起来，好，勾着100家，他们就过了生活幸福美满的下去了。好，这时候请我们的组员站立，然后一起排整队出来